来看国民党的宜兰县议员黄玉琪，进前伫议会将对消防员防性骚扰案讲出一寡性别歧视的言论。今仔时代力量宣布要来罢免发起罢免黄玉琪的人数。民进党团嘛批评讲，国民党无重视性别平权。黄玉琪嘛已经发声明，将对伊的言论回失咧。 为着互看者，就要休困偌久？会安尼讲的？我嘛来互看者，有当休困无？伫个县议会质询，针对受到性骚扰的女消防员的代志，伊讲因为互看一个，就会当休困真久。那安尼我若互看，敢会当休困咧？讲出这个歧视的言论，宜兰县议员黄玉琪因为要求民进党女性的议员，甲社员受到性骚扰的女消防员的标语摕落来。最近少年刷起红标出伫咧县议会质询的时阵，伊的发言一直歧视女性。时代力量29决定要发动罢免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将正式发起罢免黄玉仪的行动，来下架这样一位不适任的议员哦。平权教育不能等，县府消防局说清楚、讲明白。大社会平权教育袂当搁等啊，要求县府消防局讲互清楚。民进党宜兰县议会党团是大力谴责黄玉琪，讲伊有语言的歧视。 嘛，这个宜兰县长林祖苗针对议员有争议的发言是拢放垮垮，完全看无国民党对性别平权的重视。因让黄玉琪的罢免案，第一阶段需要400份的人数，才当进入第二阶段的听书，而且爱等到年底，黄玉琪的任期满1年，才当上选委会来提案。消防员的这个事情，县府当然有依程序在处理中。因为这个事情，我们党他们根本议会根本跟我们党部联系。 是，那我们党部不晓得这个来闹怎样来，不晓得。针对性骚扰的案件，县府讲拢有按程序处理，而且嘛有甲当事人直接，看敢会当互这件有争议的代志顺利结束。国民党宜兰县党部针对时代力量要对党籍议员提出罢免案，因讲对这个案件，因是唔知头唔知尾，嘛未介入。因让黄玉琪今日发声明讲，那是因为伊的发言造成相关人员的困扰甲无爽快。 伊愿意回失咧，针对时代力量发起的罢免案，伊愿意坐落来沟通。不过时代力量也是质疑讲，黄玉琪公开共正口倒写，今嘛阁想要甲代志扫掉，所以因会继续罢免的程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另外是总统。